各位觀眾老友記，今屆全運會香港體壇最燃嘅突破，一定係數劍擊隊。之前港隊劍擊從未喺全運會拎過金牌噶，今次總教練鄭兆康賽前已經放話要衝破呢個零啊！結果蘭花隊真係冇負所託，拎埋1金1銀2銅，實現咗夢寐以求嘅突破。賽後康教練笑住咁同傳媒講：我冇吹水。其實今次出戰之前，康教練就定咗零的突破呢個硬嘅目標。當時唔少人都睇住港隊可唔可以創造歷史，而港隊劍手用成績話俾大家聽：1金1銀2銅，唔單止係金牌零的突破，獎牌總數仲比歷屆都好。最勁嘅係花劍、佩劍、重劍3個項目，通通都有收穫。質量同數量都頂呱呱。康教練提到呢個成績，嘴角就冇放低過。今次無論數量定質量都好滿意，仲達成咗奪金嘅目標。其實無論有獎冇獎，所有運動員都付出晒心血，喺香港觀眾面前獻上咗精彩嘅比賽。至少大家最關心嘅張家朗同許傑蘭花4強內戰，佢就好客觀，優勝劣敗好正常。許傑今次發揮非常出色，家朗都有進步嘅空間。佢仲提到內地運動員對全運嘅重視程度同奧運一樣，準備同發揮都好出色。而全運只係港隊今季其中一個賽事，能夠拎到呢個成績更加係顯得唔容易啊。不過呢次嘅突破都令到港隊嘅劍擊完成咗大滿貫，而家奧運、亞運、世錦賽、亞洲錦標賽等嘅大賽冠軍都齊晒，成績夠晒靚啊！咁當然啦，康教練都仲有更加大嘅目標噶。佢話香港隊有唔少嘅頂尖劍手，個人成績好靚，但未來想喺呢份佳績延伸到團體賽，要證明我哋唔係靠個別嘅劍手，而係整體實力嘅提升，做到點點開花。仲話希望嚟年主場世錦賽同名古屋嘅亞運繼續交出好嘅成績。不過港隊都有現實嘅難題，香港劍擊人口同內地比就相差好遠啦，選材都冇咁多選擇。康教練就話啦，未來目標就喺有限嘅人才入面，將質量做到最頂，先可以同其他地方去做個抗衡。其實從未拎到金牌都完成大滿貫，港隊劍擊靠嘅都係呢份堅持。今次劍擊隊嘅1金1銀2銅，唔單止係一塊塊獎牌，更加係港隊劍擊員用汗水同堅持換翻嚟嘅突破。康教練賽前嘅豪言壯語變成咗實實在在嘅成績，運動員場上嘅拼搏亦都俾香港觀眾帶嚟無限嘅感動。從0到1，從個人嘅輝煌到追求團體嘅強勢，香港劍擊隊已經打開咗新嘅篇頁。希望嚟年嘅世錦賽同亞運，佢哋可以繼續帶住呢股打不死嘅精神，創造更加多嘅奇蹟，為香港贏翻更多嘅榮譽，為港隊劍擊點讚。唔知大家又點睇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。